爱心邮票是寄买，并无规定爱买偌济啊。啊，毋过买较济，老师会较介意我啊。到底想要买偌济？你讲啊。我嘛唔知影。安尼，互你1000。我遮有。咱拢是圆圆的妈妈，你那就甲我钱济啦。互你1000块，有够啊吼？爱遮尔济钱哦。即马吼，囡仔嘛爱面子，摕去啊。多谢阿姨。圆圆，你叫伊啥？是的啦，我一欢喜都袂记的啊。圆圆，囡仔人爱学勤俭，袂用身躯顶有钱就乱开。王太太，我啥物事拢袂讲啊。这几天我就甲圆圆留在遮，转个走啊，我就来接伊。好。风如东海，红包摕来。实在真好。苗玲啊，爸，包一个10万块的红包给我的乖孙啊！啊，爸，明明够细汉啊。我会当福如东海，敢无价值10万块？好，我包给伊。冰冰，紧甲阿公说多谢。多谢阿公。乖乖。爸，我有淡薄仔代志想要跟你参详一下。你讲啊。爸，是范完想到的，过4天就是礼拜啊，嘛是冰冰的生日，伊满3岁啊。彬彬来到咱家第1年啊，一定要过到真热闹才对啊。范完的意思是，以后会用甲你斗阵过生日，也毋过今年是毋是会用照王太太的意思，互伊甲哥哥姐姐斗阵做伙替彬彬过生日？好是好啦，也毋过我有一个顾虑，因为王太太规个囡仔拢送互别人啊，而且每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拢无共款，假使咱若伤过请赢，敢会对别个囡仔心理上造成影响？我想应该是袂安尼。为什么？咱会用替5个囡仔拢用同款的方式来过生日啊。别人的父母敢会答应？咱的目的是好意的，是要互5个囡仔会当常常见面啊。好，婉婉，想袂到你比我想的搁较周到啊！爸，王太太人伫台北，伊的大汉查某囝、第3个查某囝嘛拢伫台北。我甲范员已经参详过啊，认为伫台北办会较好。无问题。我会当请朱董事长踮台北安排。另外，佮通知王太太甲其他的人。王太太顶过来已经甲每一个的电话拢甲我讲啊，我会通知因的。安尼就无问题啊。咱几月伙啊，可能爱开2台车去台北哦。会用一啦，我、你妈妈，还有恁2个
带彬彬，叫小吴甲吴的开2台车就好啊。爸，阿送嘛要叫伊去。伊会当卖去啦。爸，换完哦，即摆嘛相信啊，只有阿嫂哦，才有办法治冰冰啦。所以讲吼，人袂当无信邪。冰冰，阿姊袂当去台北参加你的生日宴会啊！不，对，好。妈妈，为着去台北，我的新爸爸、新妈妈会冤家，所以我袂当去台北。妈妈，你莫生气哦。培培妈妈，咱两个哦，想陪去台北啊。业家通知咱啊，请咱两个人共下去台北啊。那呢，阿廖是要安怎？我会当叫我露台来照顾纪日啦。煞去啊！恁爸爸哦讲要来啊，到即马嘛还未来咧，害着培培哦唔敢出去佚佗啦，逐工咧等阿公啦。我露台一定会答应的。我看你莫去啦，查某人吼一个做伙啰里啰嗦，话若讲济哦，一定会出代志啊。我看你才唔爱去咧，讲袂晓讲话，啉酒啉济啊，迄个脚吼翘伫个椅仔顶悬，安尼歹看啦。哎呀，好啦，你去也好啦。安尼啉去哦。哎呀，我是讲哦，你即马国语哦，讲了袂歹啊，有当时哦会用替我讲话啊。培培啊，妈妈甲爸爸参详好啊，决定哦，带你去台北参加迄落冰冰的生日庆祝会啊。真的哦？当然是真的啊！多谢爸爸妈妈。那呢，你今日永暗会用个放心来困啊吼。来，紧来困啊！秋霞，你为布袋转来啊？哎，被走一抓啦。阮爸伊有转去无？无。讲要甲人急死，这2天，唔知伊走去倒位啊？讲起来就趣味啊！恁小王吼嘛咧找恁爸爸，凡说这2天吼都要撞来台北啊！啊，伊要来？哎，就是要来台北吼，找你兄叔们做啦。有啥物代志是？伊无讲，我嘛袂去问伊啊。王妈妈，大考阿姐，嫂姐，你今仔日哪有闲？今仔日无课哦？下晡敢若一节课。大考阿姐，我敢明个单独甲你讲一个。会用啊！伫个昨暗，阮同学开一个生日舞会，阮算甲足晚的。转去的时阵，天还袂光，一个同学用机车送我，伊一个无注意，差一点仔弄到一个亲家公。这话是安怎要单独甲我讲啊？
问题都是伫咧迄个清洁工，是你也甲我拢是三个人。查甫啊查某，查甫的，老花啊，嗯秋海爸爸。嗯。我求你，看伫查某囝伫要死的份上，你着原谅我，爸。爸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我阿伯啊，手下嘛是无在了饲你，你这是何必看呢？这是我不爱囝来饲我，嘛不爱查某囝饲我，我安尼过了真快活。我阿伯啊，这是手下一片好心，伊想要友好你老大人，你若无接受哦，伊会感觉足无面子的啊。做清洁工就无面子哦。那照你安尼讲，路拢无人扫，四界拢太过烂路。哎呀，这手下吼是惊人讲闲话啊。唔免讲啊啦，我啥拢无怪，我怪我家己歹命。爸，你安尼讲，我心肝还足艰苦的。这有啥物好艰苦的？我靠努力赚钱，囝永远是我的囝，查某囝永远是我的查某囝。只要你若无甲我放袂去，我嘛袂甲你放袂去，安尼就有够啊啦。爸，你若是爱活动经过，我无反对。也毋过你嘛莫受忝，嘛毋免住伫咧外口啊。好啦，佮再讲啦。爸，你住伫倒？我住咧阿青因兜啊。阿青，阿青是啥？是布袋一个朋友的囝。咱咧食饭呢？看要爱食啥，我就家己煮啊。我若无爱煮，我就去食外口，足方便的。喂，妈，你哪个走来啊？哎，我开5万八生的厝，敢我袂当来啊？就算你开20万，嘛袂当来啦。是你家己用愿意哄骗的，这有啥物办法啊？你这个人哪这么无讲理？喂，是我无讲理，还是你无讲理啊？有够害的！朱太太，是你补唔对啊！岁厝互你的，唔是李金王，是我表小弟阿良。我唔管什么阿良阿好，阮人讲过啊，阮连面就要搬你来住啊，要若无，阮就去法院甲你告。做你去告啦，要告你尽量告。好啦，你入去。朱太太，是的，阮是靠薪水过生活的，逐工上班下班，敢若赚遐几仙钱嘛无简单。一个啊，就互人骗5万8，爱偌久5万8才会当赚回来啊！也搁有，阮逐个月搁爱寄1万块，互我伫咧南部大家咧。无安尼，明仔载你甲契约摕来，我替你5万8就好啊。你要替现我？因为我听你讲甲足可怜的，你又搁足友好，而且骗恁钱的，又搁是阮翁的表小弟。家在你心肝软，也若无吼5万8就无去啊！
是安怎要等到明仔载？我今仔下晡就来摕。像啊，免插伊啦，互伊去过啦。你，我已经答应替阿良替下伊5万8。你起笑啊！你搁退钱互伊哦，伊会怀疑你甲阿良哦，两个人是串通好的啦。阮翁是安尼讲过啦。你看啦，开钱找麻烦啦。你，我身躯边还阁有40几万，囡仔嘛免用着我的钱，会当替人解决一点仔困难，开淡薄仔钱又阁算啥？搁再讲，以后我嘛用袂着啊。你有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做法。无论如何，我袂当互阿良这个唔食囝逍遥法外。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来找老妈，伊讲吼会当找着阿良。我求你，千万唔通了代志。恁头家咧？无伫。走去倒啊？唔知，当时会倒来。唔知影。伊倒来的时阵吼，你就甲讲，我姓李，我来找伊啊。你是明星？像是明星啊？你敢毋是电视台演员？对，我是演员，毋是明星。明星会来到恁种所在哦。不管你是演员还是明星，为着我就崇拜你的。来，坐啦，这边请坐，免客气，坐啦。你稍等下哦。明星，你来我这围裙仔顶签一个名好无？刷去啦！我咧演戏的时阵吼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配角，也阁无够资格甲人签名啦。李先生，你看我生做啥款？袂歹，看起来有淡薄像小我。小我是啥物人啊？全世界上水的查某。真的哦！你看，我敢有条件去演戏哈？刷去啊！演戏吼无啥物意思啦。是安怎？我讲的拢是老实话。你伫外口卖有肉面吼，比我做演员好太多啦。毋过演戏就样的呢，若是行咧路的哦，大家拢捌我。捌你有啥物好啊？捌你哦，麻烦就多啊啦。有啥物麻烦？就以即摆来讲啊，我想要走，你袂紧互我走，安尼毋是真麻烦。啊！走，要走就走啦。会记哦，老妈回来，你就甲伊讲，我姓李来找过伊哈。你俩拢无敲门就走入来。你以前毋是甲我讲免遐好咧？啥物代志？紧讲。嗨，我咧头家娘吼，今日已经甲我催3摆啊啦，叫我来找你哦，去甲伊讲一下啦。我知影你无想要去啊，要毋过我嘛袂瘾无来啊。你是食饱想英雄？这是你甲阮头家娘的代志呢，甲我无关系哦，你爱负责清楚呢。我是真清楚，你一定伫别人面头前定来讲着我，也若无别人要来绑我，你这种小步数，刷去啦，一定踮别人面头前踮啊碰风，讲恁三个外了不起，对汽车啥物拢内行，逐项拢精通，因为名师出高徒，对无？本来就是啊。然后你又搁会当光明正大找我去斗3工，但我若是答应以后，你就会当转去碰风，讲你是用假激的啊！我讲的对无？
嘿嘿嘿，和你学着嘛无关系，你是师傅嘛。对，我甲你敬过，你确实若毋是心地善良，我早就无愿插你啊。嘿，你唔插我，我插你啊！师傅啊，等来去啦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请坐。多谢。倒位规工拢伫咧讲你，你足了不起的咧，对汽车非常内行啊。无论是开车、修车、调配，逐项拢足够的。阮妈已经有会啊，想要甲车行交马先生来经营。我惊这责任我承担袂起啦。我嘛无讲我拢无爱插啊，只是讲哦，你爱加分担啦。像我这个车行啊，嘛无啥物总经理啊，迄寡职位啦。主要讲清楚，你一个月偌济钱，或者是安怎分红，讲清楚就好啊。若是原则上吼，司机的任用你来负责，车的维护、送修，你拢当专权处理。管钱嘛无问题啊。哎，到位。你这人做讲义气的啊！亲像顶一届吼，阮头家娘买一台二手的卡车，要互你5万块的抽成，你拢无爱。讲到这件代志，我真正爱甲你说多谢。迄台车吼，走的情形是足好的啦，都会甲我讲，也是你家己看的车呢。赵太太，你遐尔器重我，我嘛歹势提示。赵敏知影讲，我搁有一个牛肉面单，我若是过来食，都要先转去甲迄面单甲收起来。好，那安尼咱就讲定哦。我无法度答应你啊。人业界出面，替弯弯上细汉的小弟仔过生日，互囡仔欢喜一下，大人嘛见一下面。你唔去，我一个人去，想啥物体统？我昨接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电话，爱我马上赶转去处理一件真要紧的代志，你嘛知影嘛？敢袂用敲一个电话转去，讲较换几工啊？这免哪会用的啊？约好的时间，都唔是干那我一人的代志啊！欧洲有人来，美洲嘛有人来，干那我一个人无伫的，这讲袂通嘛？好啦，我嘛不爱参加。哎呐，这种代志嘛无啥物大不了的呀。到时阵就讲吼，我伫咧国外赶袂转来，别人嘛袂计较啦。你哦，心内有鬼啦！一句话，就是惊到我在正人面头前斗阵出现啦。哎呀，你若是无欢喜哦，定都拢讲一句话。本来啊。哎呐，我安怎？我真离婚。好啦，你走我嘛走，看你到底是咧变啥梦？你想要将我告告，我就甲你将军。哎，你常常要安尼将军哦是无效的啦。啊，无是要安怎？啊，我若唔滚你，你就我滚死去啊！阿青啊，你这半钱哦是阮输的啦，你敢若顾我的炮尔，啊，我的马若甲你动的，你的将都袂当出来啊！秋华，哎呦，你这是在创啥啦？天气这么热吼，啊，你还阁逐工上车会来？回头我嘛用用啊。哦，等一盘行了才阁食啦。啊，这盘我都输啊！秋华，你是安怎？秋华，不要紧，这是暂时。爸，趁小食，食了我用早顿去洗，明仔搁再送来。秋华，日头遐炎，你阁行这么远的路，你这款的身体，你家己应该知影安怎照顾啊！敢小体一个啊？唔免啊，恁紧食。你安尼，你谁食会落啊？爸，你若是为着要趁钱，我予你；你若是想要阿青陪你，你用逐工来啊。你心内若是感觉你查某囝足可怜的，就带我转去好无？好，我甲你转去，转去。
你会受我的气无？别啦，拢是我唔好，你莫阁讲话啊！你去倒一个啦吼。我好真济啊，爸，你坐落来，我想要甲你讲话。哦，我结婚了后，就去台北，真少转去。妈走啊，阿兄出海啊，真早我都想要接你来住。唉，你哪会唔较早讲呢？你定定讲，你生伫个布地，伫个布地大汉的，我是惊你唔敢离开遐。搁再讲，做阿公的，嘛唔敢离开你的孙莲兄啊。莫阁讲伊啊！别人哦，拢讲我真奇怪，为什么只有介意外孙尔，无介意家己的孙啊？你敢无感觉？我有感觉。你知影恁哥哥上船了，为什么无想要转来？你敢知啊？大三代的厝，我即马为什么甘愿离开？爸，秋霞，你甲这个代志斗起来，好好想看卖咧，你就会知影。也是恁妈妈较好，伊过身较早。爸，大嫂互你遮尔受气哦。恁兄哥对伊做生气的，恁兄哥写批来甲我讲啊，莲兄毋是伊的囡仔啦。有这种代志，你有问阿嫂无？厝内发生这种代志，你要叫我安怎讲会出嘴啊？这个查某，你若讲伊一句哦，伊有10句通好应你啊。咱行见笑，伊唔惊。要毋过，阿兄嘛袂晓定定伫外口。囝唔转来，做老爸嘛袂当怪伊。秋霞，我知影你的病哦，一天比一天较严重。我逐天拢去庙里念香，就是希望有奇迹通好出现。爸，你甲囡仔一个一个拢送互别人，万一有一天你离开妈妈，我真正是无所在通讲去。爸，你是安怎袂了早甲我讲？我通好留一个囡仔陪你啊！安尼嘛毋是办法，就亲像你讲的，我已经80几岁，我阁会当活偌久？将来我想要安排这个囡仔，我嘛无这个本事。写一张批，叫阿兄转来。你还是顾你家己啦，我扶你来房间休困吼。是什么人啊？哦，来啊来啊！是你哦。我才咧奇怪咧，哪会是你来开门啊？啊，原来恁两个已经大做伙啊！你莫后白讲话哦，秋华算是恁顾家的人。你来创什么啊？我来看你啦，阿爸，你离开厝也无写一张批给我，我是袂放心你老大人啦。我阿伯啊，你实在真好命咧，有一个友好的查某囝，阁有友好的媳妇啊。这是应该啊。哎呦，这第一摆来，就安尼两手空空哦。姓李的，你是咧甲我闹气是无？我甲阮爸爸、甲秋霞是斗阵了真好哦。啊！你讲这种话，根本就是咧洗人阮的感情。阮是一家人，谁会甲我计较啊？哼！爱你伫遐咧家暴。我凊彩讲两句啊，真有啥啦？阿爸，我本来吼嘛是想要载一寡物件过来看你，
要不过我想来想去，就是唔知应该炸什么物件。假使咱若是住伫台中哦，我就用个炸太阳饼来看你；假使若是住伫新竹，我就用个炸新竹的米粉来看你。唉，也唔过咱布袋遮尔啊散赤，什么特产拢无，敢若有盐啦。阿爸，我总袂炸几斤盐来看你啊。好啦好啦，多谢你啦，你来甲我看，安尼就够啊。阿爸，啊秋霞咧？伊人无爽快，伫咧房间休困。哦，又搁无爽快啊！伫咧倒哈，我来甲看一下。哎呀，迄是我的房间，莫互白撞啦。秋霞住伫迄边。哼，你随便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大嫂，秋霞，你倒的啦，倒来啦。多谢你来看爸。哎呀，甲我说什么多谢？以前吼，我嘛住伫台北啊。台北有几个好朋友，几年无看，大家约好要见面呐。你毋是为着爸来哦？这是当然啦，我主要是来看爸爸的啦。大嫂，你知影是安怎阿兄一直踮伫船顶，唔肯转来？我唔知影，刁夫有写配互你哦。秋霞，哦，原来恁两个人还阁有啥物秘密啊？哪有啥物秘密？我是讲，阿兄伊袂转来，你应该加写几张批甲伊吹啊。爸的意思是希望我莫乱出主意。哼，看起来毋是安尼吼。那你是安怎？哼，我要哪会知影？无得卡刁夫伫咧外口，已经带细姨啊。你想对倒位去啊？哼，想嘛无较绝，咱也是讲一寡较正经的啦。阿爸，虽然讲你无住伫厝内啊，也毋过厝内迄间厝也是你的名。今年顶半年的房屋税单来啊，这条钱应该你来纳吧？哎呦，你伤过分啊！厝你敢无大哦？为着这点仔代志，你就走来甲我讨钱哦？一层还一层呐！啊，你的厝当然嘛应该由你来缴税啊。大嫂，偌济钱400外块。秋霞，莫插伊啊！哼，我插我嘛不要紧啦，那安尼就等你罚钱啦。大嫂，等下，我互你。500块，我是无通走哦。免啊啦，就当作是补贴你走这转的车钱。多谢啊，阿爸，我来走啊。这就是我的媳妇，开千几块的车钱，倒来台北交讨400几块的房屋税。伊若是来讨钱的，你是要甲我气死，爱我的老命。东东啊，你下课啊？嗯，你手提什么物件？你又看卖咧？哦。黑东东小朋友回春，人才不古。美浓农会总干事谢英天，这是银行经理送去学校，请校长伫咧早起升旗时阵发嘞。好，紧摕回去互恁妈妈看卖。啊，爸，咱什么时阵去台北啊？你回去后叔叔问恁妈妈。你看，这是啥？奖牌啊，是东辉发给我的。哦，就是为着顶摆寄钱的代志啊。
真水的呢！哎，紧叫恁爸爸转来看卖咧。爸爸已经看过啊。我是讲哦，叫伊转来看卖，要挂伫咧倒啦。嗯东东啊，嗯，妈甲你买一束西装，是准备到台北哦，参加恁弟弟生日宴会前的。哎，伫咧你房间去试看卖咧。真下水，我搁惊哦买伤水咧。阮妈若是看到我安尼，一定袂认得我的。哎呀，真好，袂大袂小，拄拄啊好。我搁惊要受大事咧。妈妈，咱啥物时阵去台北？爸爸甲代志安排好啊，咱就会当去啊。爸爸嘞？阿公来啊，爸爸去接阿公啦。手机啊，手机，手机，爸爸来喽！阿爸，你来啊？手机啊，你也晓讲国语啊？哎，培培，来。紧叫阿公。培培，你哪唔叫啊？头一摆见面，莫甲别啦。培培啊，迄天啊，爸爸有甲你讲，阿公要来，你唔是真欢喜吗？到底阿公才是阿公，伊唔是阿公。培培，妈妈的爸爸是唔是应该叫阿公啊？啊是安怎你唔叫咧？我叫伊阿公，啊到底阿公是要安怎？哎，赶快叫阿公啊！阿公敢若应该有一个啊，哪会当有遮侪阿公啦？真趣味，真趣味。哎，培培，手机啊，即马莫讲啦。伊拄则来的时阵，妈妈、爸爸拢无要叫，即马伊毋是叫啊，哈？等时间一个久吼，甲爸爸较熟啊，伊就会叫啊嘛。对对，佩佩吼真可嘴。阿爸，安尼，阮要去台北啊哦。我无想要去，妈咪啊，安尼做，咱敢袂伤过无度量？收养这款的囡仔，我搁讲什么道理？因若是对我无满意，叫因甲秀秀带倒转去啦。就为着5万块？这毋是钱偌济的问题呢。这款的囡仔吼，我心内都足讨厌伊啦。啊，毋过咱有观察秀秀，伊无亲像会共偷摕钱啊。人咧讲做贼心虚，伊敢若无这种情形啊？安尼吼更加可怕，毋是老经验吼，就是心机足重的啦。阿公阿妈敢若心情无好，为什么？是毋是因为伫美国的后生无啥回来？你即马对秀秀啊，一直无啥要插伊。转来又搁一个人伫房间内底生气，安尼嘛毋是办法啦。人甲人相处哦，爱两个人看袂先啦。我一日看到伊都讨厌，你是安怎一定爱我见伊？好，你讲了有道理。阿公，车切好啊。哦，好，你去做功课啦。嗯。阿嬷，咱暗时是要食面，还是食饭？我来煮。妈咪啊，秀秀咧问你啊。我甲恁阿公今仔日有应酬，你家己想要食啥，家己去传。哦。妈咪啊，我哪会唔知影咱有应酬啊？
我心情无好，今仔日想要出去食。秀秀啊，你哪会伫咧泡面哈？我想要紧食饱，紧做功课啊。好行哦。哦，阿公阿妈再见。妈，我唔知我家己做唔对什么代志。阿公阿妈对我足冷淡的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秋霞，你是安怎？胃又搁咧痛哦？不是，心脏跳甲足厉害。你就是伤过操烦啦。5个囡仔伫咧5个所在，想要去看，又搁无方便。其实，伊对囡仔拢足好诶，尤其是彬彬，马上就要满3岁啊！你哦，就是想好无想歹啦。对于迄个周小姐来讲啦，你甲婉婉送转来大，这就是唔对啊。伊即摆已经是伊的查某囝，伊就应该全心全意甲照顾才对啊。就是因为因厝内有代志，才送来大几工啊。即摆是会用的啦。假使无你，也无我，伊是要送去倒位啊？以后都袂安尼啊啦。你哦，敢若会晓替别人设想啦，吃亏哦，永远是冤冤啦。大哥阿姐，你有钱？系啊，我无啥钱，你家己付啦。有阿伯，大哥阿姐使记啥吼？狗囡仔，你出头上多啦。婉婉啊，啊你搁等来大？我想大哥阿姐，嘛想妈妈，所以我等来陪伊啦。婉婉啊，你上该我讲话啦，甲恁大哥阿叔骗死哦，伊都唔知安怎死的啦。你真正抓住我遐讲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少年的时阵哦，搁演过诸葛亮呢。先生，请问这是倒位哈？哦，你要找秋霞哦？啊，对，高秋霞，也就是王太太。伊是阮妈妈。啊，安尼你是第几个？第三个，我叫婉婉。婉婉，行。阿姨，我带恁去阮家。爸，伊是彬彬即摆的妈妈，叶太太，伊是阮爸爸。你好，高阿伯，你好。你捌去报地，我会记的。叶妈妈，伊叫李金翁，阮拢叫伊大哥阿姐。你好。我无啥物唔好，我甲顾阿伯同款，捌去恁兜看过彬彬啊。结果恁兜豪门深似海，除了互阮踢着铁棒以外，阁有一个狗囡仔啦，生做安尼面圆圆，还讲要甲我整呢。足歹势，迄个时阵彬彬倒到阮兜无偌久，阮厝人足细腻的，惊伊会出代志。哪有啥物代志啊？阮这人是善忘善啊，毋过拢真有志气啦。你好啊啦，我来看王太太，是想要甲伊参详一件代志，嘛先煞借这个机会来甲高阿伯，还阁有李先生会师咧。哈，过去就煞煞去啊，真济啊。王太太，明仔载是彬彬满3岁生日，3岁一过就4岁啊。对，昨暝还阁甲阮爸爸讲着，彬彬得要4岁啊。阮爸讲有答应过恁，每一年互囡仔见一摆面。彬彬即届是伫阮兜头一届过生日，所以想要借这个机会，互大家见一下面。毋若是囡仔会当见面，嘛希望囡仔的时代拢会当互相熟悉。好，好，安尼做真好。根据
王太太顶届来阮兜给我的资料，我已经分别通知囡仔是大人啊。我事先来台北准备一个，专工来请王太太，还有高阿伯，还有李先生。我不爱去，我去要创啥？你，算我邀请你好无？明仔载我会派请来接你。叶太太，这个宴会要开偌济钱？我的身躯边还阁有淡薄仔钱。钱的代志你免烦恼，一切由阮爸爸出面。主党的啊，这摆的宴会是我出面，气派一定要搞。当然，你替我安排，我当然放心啊。偌济人哦，你小等下哈。上无有50个哦。咁遮济？彬彬，你知影啥哈？好，我算互你听。5个囡仔，佮加上双方的家长，就15个啊。佮加上王太太因兜的人，咱兜又佮有4、5个。若是其他的姐妹啊，因厝内囡仔拢要来咧。主党厝内的人，也佮有甲主党办代志的人，也佮有你公司的部下，若是因拢要来呢。好啦，主党安尼麻烦你叫50个人准备好无？好，安尼就麻烦你啊。好，多谢哈，好，再见。彬彬啊，有。你倒来，阿公要甲公司小配一个。我爸。哎呀，哪会用一个啊？阿公即摆若无批，就要等到后礼拜一啦呢。我爸。哎呀，阿公批公司哦。我来批。彬彬啊，你口气不遮大哦。阿妈才无希望你遮尔紧就坐伫遮批公司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伊会当坐伫遮批公司，还毋是真好？你想看卖，伊会当坐伫遮批公司，上无毛第30批，那呢我有活到哦。你毋是咧算伊，是算你家己哦。礼拜，董事长，厂长来啊！我看到阿送坐伫车内底，才知影爸妈来啊。爸爸。彬彬，你哪会坐伫阿公的椅仔顶？安尼真无规矩哦，来。我阁有几件公司，伊无爱互我批。你着去要批，摕去另外桌顶嘛用字啊。袂用啊安尼。彬彬，你看什么人来啊？一、2。阿尚好。彬彬乖。一个查某囡仔，我甲大细声，生什么体统？阿妈还故意咧挑战我。看你无欢喜，又头甲面的模样哦，谁会介意你这种囡仔？妈，我这笨的，我为什么爱做人的养女？我为什么会陪像别个囡仔同款，快快乐乐踮伫妈妈的身躯边？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